各位家長，如果你還在執著於傳統的刷題和補習，請先停下來聽聽這個來自全球頂尖教育圈的警鐘。史丹佛大學剛結束2026 AI 加 Education Summit AI 加教育峰會，官方報導直接寫道：AI 正在挑戰教育的核心假設，連史丹佛的工程學院和經濟學教授都公開承認，我們這一代人也必須從頭學會如何與 AI 共舞，否則很快就會跟不上。今天這段影片，我不僅要告訴你為什麼名校正在重啟，更要分享2024諾貝爾獎得主哈薩比斯指出的唯一生存路徑。我會原汁原味地拆解我為孩子設計的沙盒協議，教你如何在 AI 時代幫孩子安裝一台真正的學習引擎。這可能是我目前講過最重要的一篇內容，請務必聽到最後。教育斷層期已來臨，為什麼史丹佛教授們這麼焦慮？他們點出了3個最殘酷的事實。第一， AI 讓學生幾秒鐘就能交出高品質作業，這意味住傳統看成果的評量方式徹底失效了。第二，教師的角色變了，必須從單純的知識傳授者變成學習設計者。第三，如果你還在用工業時代的死記硬背模式教孩子，未來10年孩子將直接被 AI 踩在後面。這不是危言聳聽，而是頂尖大學公開按下的警鈴。教育正在進入一個真正的斷層期，但也正是這個邀請，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定義什麼才是真正的學習。那麼誰能穿越這個斷層？2025年9月，Google DeepMind 執行長、諾貝爾獎得主哈薩比斯說出了那句改變無數家長的話：下一代最重要的技能，將是學會如何學習。Learning how to learn， 這是唯一的原技能 Meta Skill。他預測厄爾最快在5到10年內到來，屆時律師考試、醫師診斷、程式設計基礎，甚至畫畫都會被 AI 幾秒鐘搞定。知識半衰期只剩2到5年，傳統教育培養的知識容器已經沒用了。持續學習的能力，他近期補充，當前 AI 還無法真正實現持續學習 （continual learning）， 但人類可以。這正是家長的使命，不是讓孩子與 AI 競爭，而是讓他們成為會指揮 AI 與 AI 共舞的學習者。這就是我設計沙盒協議的初衷。它不是教孩子用工具，而是練引擎。這個協議基於哈薩比斯最頂尖的 AI 邏輯，核心只有3步：一、第一性原理，目標拆解。我們不給標準答案。孩子想做個遊戲，寫個故事，先問為什麼與核心目標是什麼，讓他學會自己拆解問題，而不是等待指令。而調度 AI 算力分配，讓孩子學習用清晰、邏輯強的語言去指揮 AI。這不是在學 prompt， 是在練習資源調度，把 AI 當夥伴，分配任務並判斷輸出。3步錯，即獎勵迭代優化，這是家長最難開過的一關。但在哈薩比斯的實驗室裏 ，AlphaGo 贏，是因為他在模擬器裏輸過幾億次，孩子得到荒謬結果。太好了，那是最高價值的訓練數據。這是在進行人類智能的參數微調。我知道，聽到這裏，你可能已經感受到了斷層期的緊迫感。如果你想立刻帶孩子跨出這一步，我已經為大家準備好了全套的沙盒協議 PDA 行動指南。進入影片下方的描述欄 description， 點擊進入我的 Facebook 專頁貼文下留言，我要沙盒，我將把協議發送給你。只要你願意開始，就可以一步一步把孩子從聽話的好學生變成能自己定義問題、創造未來的小小架構師。最後問你一句，你希望孩子未來是 AI 的乘客，還是指揮官？留言告訴我你的選擇。